聲嘅，不過聲大唔一定係準嘅。OK， 成件事好簡單，你睇下成個嗰個所謂，我唔理你話咩主流、支流啦，係咪？你睇下成個民意嘅趨向，阿司長，你有眼見嘅啦，有耳聽到嘅啦。5年前我落街籌款3日50萬，嗰陣時社民連成立冇幾耐。我落街籌款啊，企喺西洋菜街3日50萬，親手送去香港紅十字會。今時今日，你睇下香港紅十字會3日收得嗰500萬，5年前3日收5600萬。你估啲人盲嘅咩？係咪？啲人唔係盲嘅，唔好上升到咩愛國啦、王國興、血濃於水，唔好同我講呢啲嘢點啦。酒濃於水啊，拉 fit 啊，幾萬蚊一支啊，血濃於水，真係食錯藥真係。今時今日仲講呢啲嘢，好簡單一個道理啫嘛，就係唔信啊嘛。而家連你都唔信啊嘛，林鄭月娥上次攞咗個90億去咗邊啊？你話唔係賑災基金，我就知唔係咯，但係都係俾佢啊嘛，起學校起屋啊嘛，係咪啊？去咗邊啊？淨係睇翻呢份文件。講甘肅泥石流，甘肅省泥石流嗰筆錢，話要起一個社會福利院喺邊啊？講嘢，將我啲公帑咁樣用。最近啲金價狂跌，我有個朋友打俾我，佢要娶新抱買唔到龍鳳鈪，掃晒啊！俾啲強國人民嚟咁搭水。掃少啲金龍鳳鈪啦，等我哋有，你會娶新抱都係龍鳳鈪用啊，阿哥！1億你講得啱啊，杯水車薪啊，你係表態效忠啫嘛，愛嚟。你1億你救到佢咩？全國嘅省市總共捐咗幾多錢啊？用政府嘅名義，你呢1億俾你講嘢，血濃於水，人道，即係呢啲人全部反對就冇人道，係咪啊？有咩標準啊？好簡單就唔信啊嘛，而家係不但止唔信佢，係唔信你啊嘛，而家係夠清楚未啊，司長？我哋嘅態度好清楚，唔俾你啊！今日仲要搞到你過唔到添啊！而家話埋俾你聽啦，係咪？你而家講嗰啲答覆，又話有監察，你俾啲具體嘅嘢嚟啦，逐條。我記得當年我仲未做議員，我哋嗰個組織有2個立法會議員，第一批嘅撥款我哋投贊成票嘅，到第2批我做議員啦，2010年啊，我哋就反對個撥款，個理由好簡單，你上次嗰條數交咗嚟先啦，上次條數都未交嚟，今次又要錢，好大筆錢啊，司長！我琴日落區喺李鄭屋村，啲老人家同我講點解唔俾我啊？我都可以講呢啲嘢㗎，王國興。我琴日喺李鄭屋村啊，啲老人家圍住我啊，點解唔俾我？做咩俾佢哋啊？大把錢啊佢，係咪？睇下民意啦，司長，我哋一定係投反對票，仲有今日唔俾你過。